进来。顾总，集团旗下的地产公司受政策影响，资金无法回笼。我根据市场反应，做了一个方案。您看一下。想不到南宫能力还挺强的嘛，说来给我听听。来，顾总，您看。对。直到11月，随着园林和景观的建成及现场情形的改观，我想一定会有新的影响。啊？什么？哦，我说你的报告做的挺合我意的，不错，我自己看一看。啊，你先忙去吧。好的，顾总，那您看，我先去忙了。不行，我不能直接把资料给顾西城。虽然南宫琉璃没安好心，可是我要这样做了，岂不是让他太没面子了？对了，她还有个男朋友，我可以让他去劝南宫琉璃啊。搞不懂这个人有什么好的，一个两个的全都想缠着他不放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迟到了啊。哟，你还知道来啊？哎，有个女的喝酒非要给我较劲，费了点时间。哎，顾少，小嫂子呢？约人逛街去了。真的是逛街吗？会不会有没有可能是去偷男人了？偷你妹！作为男人，我还是很有自信的。你说哪个男人会比我有钱，比我帅？这倒是真的，只要他不傻，他就不会放弃你这条大鱼去捡小虾米。晨晨，你发现没有？现在的情况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。现在不是小嫂子缠着他啦，是他对小嫂子动真情喽。是这种情况吗？哦，说来我听听。我跟你讲，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。